係歡迎各位網友收看荷蘭麥頻道同埋原工業頻道。嚟到2026年5月24號呢一個好重要嘅日子啊！美伊極有可能喺呢一日宣布結束呢場戰爭。咁啊，但係有個階段發展嘅，先咧就停火60天即係話喺24號一宣布之後會停火60天。喺呢60天入邊咧，海峽會重開。然後咧就會傾其他細節，包括凍結制裁咗嘅伊朗資產部分嗰個凍結都唔會一步到位，要睇60天伊朗談判，因為點解啊？繼續談判最重要濃縮鈾呢個濃縮鈾要談判，直至到將佢哋鈾決定佢哋下落移去美國。因為美國而家佢確定係一定要搬走呢啲濃縮鈾，伊朗而家據紐約時報講係會放棄佢哋嘅濃縮鈾嘅庫存。紐約時報最新講，你話照計紐約時報唔需要幫特朗普即係講呢啲說話嘅，可以講倒翻轉頭講伊朗嗰套嘢。但係紐約時報都收到消息，佢話2名白宮嘅官員講咧達成協議噶啦，咁就特朗普會喺美國時間24號下晝，即係星期日下晝咧，就會公布佢哋所傾嘅結果。咁呢個方式咧就係唔係一次過咧就解決問題先開海峽就停火60天，延長到60天，就跟住停戰即係濃縮鈾交出嚟之後。所以停火同停戰有啲唔同你停火可以戰爭未結束，但係停戰咧就係成場戰爭結束。咁今次咧就到而家我哋直播嗰陣時咧，美國特朗普總統距離佢宣布個細節協議嘅細節仲有幾個鐘頭。但係我哋都可以傾下今次係唔係伊朗中間仲有啲細節好似革命衛隊仲想玩拖字訣，但係巴基斯坦嘅陸軍呢個總參謀呢個元帥莫里爾力挽狂瀾，總之就呃伊朗快啲傾掂埋啦，如果唔係就炸到你稀巴爛啊！咁歐華點睇咧？因為我哋之前就睇到好似特朗普好似俾人哋玩豬仔咁樣玩但係而家睇嚟美國就倒翻轉頭就逼迫到伊朗出啲棄核武喎。嗱，呢個就係表面上都係咁講咁但大家唔好唔記得今次談判咧，女婿同埋嗰個談判專家 Steve Witkoff 就冇參與嘅喎。大家記住呢樣嘢呢次嘅談判係邊個發起嘅咧？嗰海灣嗰4個大國家沙地阿拉伯、阿聯酋、卡塔爾同埋有一個同埋邊個4個巴林佢哋發起嘅。卒之咧，後嚟其他4個國家另外一共8個國家，同埋咧巴基斯坦發起嘅。咁呢單嘢咧就點樣咧？原本阿 Trump 咧個幾禮拜前咧就話要打噶啦。咁佢哋嗰邊出聲咧俾多幾日我哋，俾多幾日我哋。咁佢實際呢次嘅談判咧就由佢哋主持嘅。咁佢哋以為嚟幫阿 Trump 忙，就唔係阿 Trump 同埋佢自己嘅馬仔談㗎。咁呢個問題咧，呢個問題就係存在啦。佢哋傾出嚟嘅嘢咧，就實際咧同阿 Trump 嘅諗法咧有一定嘅距離㗎。大家睇到，譬如佢哋裏邊仲喺度講緊要美國賠償啲咁嘅嘢嘅。咁但係咧，阿 Trump 咧又唔可以唔俾佢哋傾喎。第一，佢哋係中東地帶嗰啲係主人嚟㗎係嘛？地膽嚟㗎喎，反而美國係遠方嘅人客嚟㗎，咁唔可以唔俾佢談。同埋咧，呢班國家咧投資咗喺美國嗰度成幾萬億㗎喎，即係上次阿 Trump 上任嗰陣時過嚟都投幾萬億，所以阿 Trump 唔可以唔俾面佢哋啊。所以阿 Trump 咧就佢哋提出，佢唔可以拒絕啊，唔可以好似佢唔得玩嘢，佢只可以咧要客氣氣咁樣接受。如果唔係咧，你就變咗對佢哋唔俾面嘅，而且呢班友話俾你聽，呢班中東呢班友咧就惡開噶嘛，啲細國家有大把錢喎，大佬你唔得罪得佢噶嘛。所以阿 Trump 我就發現佢咧，今次呢個唔係協議嚟㗎，呢個係備忘錄嚟㗎咋。MOU 呢個MOU 嚟㗎。
阿 Trump 就接受咗先，接受咗先，佢唔可以拒絕嘅。如果一句推咗咧，以後同中東嘅關係就玩完噶啦。咁啊接受咗先，咁但係咧中間咧就話明咧嗱，仲要就係由 MOU 變咗協議咧，要30至60日，係嘛？同埋咧美國咧退兵咧，美國啲兵咧就喺嗰度附近，起係陸碼留多續退， 30日。陸續退，唔係一步退。陸續退啊，唔係一齊退。咁咧根本就好多其他嘅問題傾，要傾成60日喎。最後協議啊，講緊60日之後。嗱，我真係講翻伊朗人啊，伊朗人玩完阿 Trump，阿 Trump 今次俾佢真係玩到透啊！一時，咁你點知道你點知話伊朗人唔會玩呢班阿拉伯佬咧？嗱，你要記住啊，阿拉伯人咧就係遊牧民族嚟㗎。伊朗咧就係古文化喎，伊朗嘅文化分分鐘仲長過我哋中國喎，所以咧伊朗就好鬼蠱惑嘅。呢班阿拉伯人咧有少少咧根本就係全部係靠石油嘅，如果冇石油呢班人根本就不存在添嘅。所以咧伊朗可以喺 Trump 嗰度反口啊？點解唔可以對住呢班友反口？伊朗而家需要時間啊，佢要時間咧去修理翻佢嗰啲導彈啊、無人機啊嗰啲咁嘅嘢，同埋咧叫中國供應翻啲零件俾佢。所以佢伊朗一直喺度咧，喺度拖，就希望即係拖就有時間可以自己執翻啲嘢。所以而家個問題咧，嗱我就咁睇啦，我用一個好客觀嘅睇法，呢樣嘢阿 Trump 未接受晒嘅，跟住個談判嗰度肯定有嘢。伊朗嘅性格大家都知嘅，咁呢班人咧就自告奮勇，可能係居心係好嘅。但係實際咧，佢哋唔係好有經驗談判嘅啫。成班人咧，根本就係嗰啲真係全靠石油嘅，靠石油喺度暴快戶啊！有錢係啊，完全即係個能力啊，個乜嘢能力都好差嘅。佢需要人咧，佢就喺英國請人啊，喺愛爾蘭請人，成日都喺歐洲請人翻嚟過。佢所有建築嘢冇一樣嘢自己做嘅，啲能力低到你恐怖。即係我同佢打過交道呢班人，但係好鬼惡死㗎。因為佢個個都擦佢鞋啊嘛，佢錢多過頭啊嘛，錢冇地位，全世界都擦佢哋鞋嘅。所以你唔好，大家唔好睇死呢單嘢，你就係當佢睇翻執翻個字備忘錄啊，千祈唔好話覺得佢係一個協議未定嘅，大局未定嘅，有排都未定嘅。但係咧，我覺得有個好處喺邊度咧？佢一開始傾咧，就放翻啲船出嚟，嗰度有成千幾架輪船喺裏邊喎，同埋嗰啲輪船好多係有石油嘅喎，一放翻出嚟個油價咧就即刻就落翻嚟㗎啦。你睇住咧，如果阿 Trump 講完，下個禮拜咧油價一落翻嚟，但係咧當然有個壞處咧，你因為你放鬆咗佢，你放鬆埋俾伊朗，等佢可以賣油，佢都可以賣賣油啦，即刻。佢可以賣油同埋有氣頭啊！佢原本俾美國打到唞唔到氣啊嘛。今次你為咗鬆呢樣嘢咧，你就實際咧就鬆埋俾伊朗嘅，即係呢個係事實，有好處有壞處。所以大家而家嘅情況就係咁樣樣，就千祈唔好話呢個係解決咗啊！冇得解決嘅，同伊朗呢啲有冇得解決嘅。話咩？如果你唔消滅呢個政權咧，過多10年仲喺度搞緊，你都搞咗40幾年啊！以前啊，拜登啊，佢哋個個政權啊，法國佬啊、英國佬個個都要搞完落嚟咧，完全等於冇搞，完全即係原地踏步啊！咁多年40幾年啊，話要同佢搞翻，唔俾佢找核武器呢樣搞到最後原地踏步。我又唔信呢次咧，嗰幾個波斯灣嗰8個國家可以加埋巴基斯坦可以搞得掂嘅。土耳其都有份啊，土耳其、埃及土耳其啊都出晒，埃及都出埋嚟啊，個個都支持。空群而出嚟。係啊，但係問題咧，呢班伊朗人係死性不改啊！除非嗰班神職人員冇咗啦，如果唔係死性不改。嗱，你之前喺先兩日都講，伊朗呢班神棍咧可以簽咗，都可以唔遵守，簽咗都可以唔做噶，係嘛？係啊。佢而家要喘氣啊嘛，佢喘到氣啊，又係啦，拜登又翻嚟搞噶啦，你睇住啦，你信我啊！呢啲我同啲人做過生意，我真係頂佢哋唔順啊！話俾你聽，如果真係美國有生意啊，嗱聲走路，千祈唔好同呢啲友做生意，同呢啲做生意真係同佢握手，數下啲手指，握手都唔見手指，你就好笑，手指蚊都唔見到幾隻手指啊！真係大鑊啫！哇！呢度好幽默啊！嗱，今次咧點都好咧，
對於國際原油價格嚟講咧，就呢個消息啊，星期六出咗嚟，到星期日而家我哋直播時間咧，原油價格即係喺呢一個即係叫做正常交易時間之外嘅，都個期貨都開始跌價，係跌翻嚟㗎啦。唔係阿 Trump 咧，嗱而家今日就呢度而家美國仲係禮拜日朝頭早啫嘛，係嘛？到咗禮拜一咧，佢啲價就即係跌落嚟㗎啦。跟住咧，嗰扎船咧喺裏邊嗰扎船咧，嗰千幾架輪船咧，有啲裝好多，大半係裝油㗎嘛，即係出翻嚟嗰啲乜嘢嗰啲乜嘢叫做肥料化肥同埋好多其他嘢都出晒嚟咧，就對個成個市場鬆一鬆。咁呢個咧係對全世界經濟係唞一啖氣，阿 Trump 都唞啖氣。但係咧，你就實際咧，同時咧，你就放鬆咗，放咗佢哋一馬，放咗伊朗一馬。係，但係喺談判嚟講咧，呢種咁嘅一鬆一緊、一收一放咧，即係時時都會發生嘅。你正常嘅，buy 正 time 常嘅，係啦，美國何正常嘅。美國何嘗唔係 buy time 咩？係正常嘅，啲全部都係正常嘅。即係呢啲係要咁樣樣，唔可以即係唔係我哋嘅想像咧。有時咧就好簡單係嘛，碾死佢為止係嘛，一手都唔好放。但係實際嘅世界嘅現實嘅世界真係唔係咁樣樣噶嘛。係啊，咁跟翻紐約時報嘅啲資料咧，就話據兩個美國官員透露啊，而議中呢一個 MOU 啊，冇明確指出伊朗點樣放棄佢嘅而家叫做應該440公斤嘅60% 濃縮鈾庫存，而係將細節推到係下一輪繼續針對伊朗核計劃嘅談判再行討論。即係話濃縮鈾咧係繼續傾，但係現在先放開海峽可以自由航行，仲有冇收費？啲收費呢樣東西係冇收費。威爆即係 right 冇唔准收費。呢個就係美國堅持嘅，因為你一收費咧，又直布羅陀又收費，呢一個台灣海峽又收費，馬六甲又收費，真係唔得你死，全世界真係大亂啦。咁就伊朗呢個詭計，用收費嚟。即係想揾錢呢一個黑社會嘅勒索行徑免問，因為佢一收費就要揀人㗎啦。咁所以呢個嘢咧，Victor，呢個我哋喺客觀嗰度睇咧，實際係一個休戰嚟嘅啫，即係暫時休息嘅。一個叫 truce，一個叫 truce，係 truce，但唔係停火。實際咧有排呢個基本矛盾冇解決到。同意。但係而家伊朗咧，原來據紐約時報講最初就唔願意喺協議最初階段談及濃縮鈾，就要求留到第二階段先至再傾。但係美國嘅談判代表，包括嗰8個國家，就即係收到美國嘅信息，就話立場強硬美國。若果最初階段唔包含濃縮鈾呢個具體承諾，美國就即刻起身。唔使再傾咁其他8個國家就特別係巴基斯坦就話你咁樣搞法，人哋打生打死都係為咗呢濃縮鈾，你咁樣都唔第一階段都寫埋出嚟，MO 都唔提嘅話咧，即係免問啦，你諗住俾人哋炸到開花噶啦。咁但係點樣處理咧？而家未知唔係㗎，係咁樣，即係拖拉拖咁樣樣咯。你明唔明啊？係好鬼濕滯嘅，同呢班友搞嘢。咁阿 Trump 都係阿 Trump 諗住咧，阿 Trump 諗住咧放晒嗰班油船出嚟，一放咗呢批船出嚟咧，嗰個油價就實跌㗎啦嘛。油價實跌，同埋你供應嘅油嘅供應係多咗啊嘛。咁一跌咗咧，變咗佢都可以喘啖氣。阿 Trump 嘅壓力都好大嘅。阿 Trump 佢個自己嘅內閣裏邊佢哋話有一半人係贊成嘅，有另外一半人咧贊成和解，一半人咧贊成打嘅。美國都係咁樣樣。咁實際喺波斯灣嗰班國家咧，又係一半話要打，一半就話要和嘅，所以裏邊都好分。阿 Trump 而家咁樣停一停都好，停一停咧就清一清，大家唞唞氣，咁兩邊都可以多啖氣得。但係咧，起碼 Trump 起碼嗰個油價問題，美國油價問題可以解決到，暫時可以舒和一下。如果唔係，阿 Trump 都好被動㗎。係啊。一邊係談判啦，就美軍咧，據知近日都為呢個特朗普制定多個打擊方案，若當一傾唔掂咧，
就會將用鑽地彈再轟炸伊斯法罕啊，等3個地方嘅設施，因為嗰啲地下濃縮鈾舊年未炸透啊。咁又根據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 嘅數據啊，目前伊朗嘅60% 濃縮鈾大概970磅，即係約440公斤。咁而家參考2015年奧巴馬嗰個同伊朗嘅核協議做法咧，巴蘭當年咧係將呢啲濃縮鈾交咗俾俄羅斯，但係今次美國似乎就信唔過俄羅斯啦，都係要交翻俾美國嘅。咁就未來幾個禮拜就要傾啊，就要協議有一簽，排傾嘅呢樣嘢， 7日之內要即有排傾，刻啟動。係有排傾。唔係伊朗仲係為佢嚟稀釋佢嘅，即係濃縮嘅相反就係稀釋啊嘛。佢話佢嚟稀釋，美國就話一定要由美國攞翻嚟，有排拗啊！呢啲即係喺嗰個備忘錄裏邊冇經過矛盾問題啊！呢個係60日啊，分分鐘唔知幾耐，有排搞到最後咧，嗱以色列唔理啊，以色列冇承認呢單嘢㗎，佢照樣炸嘅，佢唔理你嘅。即係呢樣嘢咧，以色列認真唔同意啊！佢真係主張打嘅，所以佢咧呢幾日仲喺度跟住翻去炸哈馬斯，好似話係啊係啊係啊，黎巴嫩嗰邊仲冇靜落嚟嘅。咁以色列佢唔停啊。今次對於呢個就 MOU 又或者係 Truce 停戰協議有啦，以色列一路都唔出聲嚇，咁要睇下美國你點搞嚇，但係尊重美國而家同伊朗嘅談判，你都講得啱啊！阿女婿同埋庫什納同埋呢一個唔喺度，維特科夫嚇，佢哋離唔場嘅，在場，唔係啦，在場。係由伊朗同埋佢嘅鄰居，再主加埋要巴基斯埃及，坦呢單嘢係啦，咧就巴基斯坦主導嘅，但係班友就飛晒去德黑蘭，喺德黑蘭嗰度。咁啊，你知道啦，伊朗咧見到咁多國家嚟，佢又唔可以完全推晒嘅。咁啊，搞呢個咧就係唔打唔掉嘅備忘錄。點都好，即係唞唞氣咧，就對特冇問題，朗普嚟呢個係正講。常嘅，唞唞氣都係好嘅，即係休戰一段時間咧，大家可以去大家去做下，對阿 Trump 都有用㗎，反而好有用添。我覺得有時咧收得緊嗰陣時鬆一鬆，呢個係正常嘅，但係唔係係放棄喎，唔係放棄喎。係啊，仲有一個好關鍵嘅，就算特朗普遲啲公佈，我相信都係話海上封鎖唔會即刻解除，話咗唔係話咗繼續30日，話咗30日喺附近啊，即係話佢所有啲戰艦嗰啲唔走啊，唔喺嗰度走住啊，附近唔走住，唔走住，唔走住，冇錯。唔走住。第二咧就係海峽重開咧，就馬上要重開嘅。咁就仲有我所知道消息就係伊朗要負責清埋嗰啲水雷，你係伸手放，唔該你執翻你啲蘇州市，你知道喺係邊度嘅。咁呢樣東西咧，美軍就唔會代勞啦嚇，因為你要重開海峽咧，個海峽係你搞彎搞污糟嘅，唔該你掃埋呢啲蘇州市嚇，即係鏟乾淨先。咁就呢個就伊朗冇得避嘅啦嚇，因為即係咁耐風流啊，你報水雷啊嘛，咩水雷都有啊嘛，咁而家你執翻正佢。咁就另外咧就係以色列嘅態度咧，就係觀察之中，同時亦都係唔會放鬆，因為以色列咧就知道佢係伊朗嘅頭號敵人，喺隔離鄰舍啊，雖然隔住個伊拉克，但係佢哋係唔相信，佢哋先至最了解伊朗，唔相信佢哋會遵守梗係啊啦，梗係啦。啊。咁另一方面，中共係咪會鬆一鬆咧？一啲油出翻嚟因為伊朗繼續賣油喎，中共嚟講係又都減壓嘅喎，喺個能源方面 Alba 係嘛？係啊，對佢其實不過中共咧過去嗰幾日啊，偷偷地放下都放咗幾十走㗎啦，都喺度放緊嘅。啊，就差唔多佢話總共實際咧，啲話唔放咧，都放咗成20-30艘嘅。中間有好多中共嘅船嚟嘅。係啊，都所以講唔清嘅。中共佢梗係諗辦法，梗係冇佢伊朗如果唔敢搞中共嘅。嗯，咁點樣影響到俄羅斯咧？呢壇嘢即係你嘅分析點樣咧？即係美伊停一停對俄羅斯唔同俄係一件羅斯冇好消息。乜關係，同俄羅斯而家周身唔掂啊，而家都唔知點辦，佢都唔知點辦。咁咧佢又需要錢喎，又需要乜嘢都嗰場仗啊，最慘佢場仗打到咧就冇咗嗰個所謂即係冇咗對峙啊，嗰條叫做咩戰線啊，
冇咗戰線啊！佢而家咧，即係烏克蘭嗰啲無人機咧，去晒個後方喎。你以前打仗咧，俄國人打仗咧係有條戰線啊嘛，我呢度頂住你，頂住我啊嘛，即係呢個係舊式嘅打仗啊嘛。點知而家新式打仗啊，而用烏克蘭嗰啲嘢咧，先去晒你後方喎。咁你點樣樣啊？而且俄羅斯咁鬼大，你冇得守噶嘛？你而家唔係護住啲軍事喎，你護住嗰啲煉油廠啊，好多煉油廠，即係跟住咧就係儲油廠。跟住油管，佢而家就專門炸佢嗰啲嘢，搞到而家普京真係大鑊，真係唔知點辦。嗱，俄羅斯嘅處境咧，即係同伊朗其實都有關嘅，因為俄羅斯就梗係希望伊朗咧就繼續纏住美國啊，等佢個俄烏戰爭而家已經即係打到而家咧，就係佢已經打到非常之疲勞啊，同埋即係唔知點辦，因為你頭先講啱啊，冇戰線。第二，烏克蘭專打你補給後勤啊，咪就專打你係咯，油庫。你冇得防嘅，因為嗰啲無人機可以飛好低嘅，啲雷達都偵唔到噶嘛。嗱，呢個係新型戰爭嘅方式啊！咁啊，伊朗就算今次談判係可以俾佢哋拖3、4日、6、4日，但係到最尾啲無人機嘅戰術仍然係美國，仍然係到最尾，如果要落重手，伊朗應戰咧難逃一炸嘅。咁啊，呢個炸法咧就恐怕咧就唔係好似烏克蘭嗰啲咁啊咁零星啊，即係一點一點咁佢去炸，又大面積咁樣炸話咧。咁啊，伊朗其實都要諗下個後果，滅國㗎。如果就美國再炸佢，咁所以都唔係話冇威脅嘅咁啊。但係點都俄羅斯而家即係美國會暫緩一下，唔使伊朗呢邊落重手嘅話咧，咁就佢嗰個停戰壓力咧就越嚟越大㗎咯喎咁啊，烏克蘭咧而家就反而美國同埋其他國家，包括歐盟要勸烏克蘭，喂，得些好意須回首喎，係嘛？又唔好再打落去。Victor 呢單嘢咧就同即係俄羅斯嗰度咧就留唔到美國喺歐洲嘅。美國第一咧就冇參戰，喺烏克蘭嗰度冇參戰，淨係買啲武器俾佢啫。嗰個調和嗰度咧，阿 Trump 咪聽啊，對唔住啊，我唔負責啊，阿 Rubio 都講啦，我哋唔負責調和啦，即係你哋都冇心講和嘅，已經抽咗身出嚟啊。所以佢嗰度好蠱惑，佢抽咗身出嚟，而家咧就係搞掂咗呢度咧，跟住就搞大陸噶啦，搞台海噶啦。因為搞台海搞台海之前，可能咧即係會傾大清得傾電話啦，但同時亦都喺古巴嗰度應該有啲動作噶啦。古巴嗰度咁啊，雖然話美國就唔會出兵但係古巴嘅政權而家已經逮捕咗一啲古巴政要嘅家人喺美國住嘅，即係古巴嗰啲共產黨嘅權貴原來佢哋。有美國係成立間公司真係學足中共咁，反美就係工作，居美就係生活咁啊，啲細路去晒讀書，啲細路去晒美國讀書，一模一樣咁啊，美國而家就逐隻捉你有幾多喺美國？因為佢哋亦都係利用呢一個制裁咁啊，將啲錢就搬咗美國，然後成立公司繼續壟斷咗個生意。因為古巴呢個共產黨一樣係同中共壟斷晒，佢哋自己做晒所有嘅大工程甚至國際援助古巴，包括中共援助古巴啲錢落咗呢班權貴嘅袋。佢哋唔知過濕噶，直頭係壟斷買甚至啲宗教天主教即係發嗰啲救濟物品。所以而家盧比奧話：喂，我哋幫古巴嗰啲救濟物資唔會交俾古巴政府，同教宗傾掂數，交俾你天主交俾教。天主教，天主係啦教，只能夠信任天主，交俾你哋，因為嗰班友立晒之後，自己就唔會翻返去同中國一鬼樣。記唔記得華東水災汶川大地震嗰啲錢交去紅十字會，原來紅十字會係中共嘅錢袋子嚟嘅，攞啲錢嚟買自己嗰啲豪車豪樓咁呢咪郭美美事件啊嘛咁呢樣東西，有一樣比較特別嘅就係阿盧比奧而家喺印度咧就開緊會
咁啊，係好多消息都係佢嗰邊傳出嚟喎。因為可能喺印度同巴基斯坦佢可能即係傾啊，好多啊分分鐘即係唔排除巴基斯坦有啲密事咧，就走去同佢通風報信都唔出奇喎。佢而家就開佢應緊會。該有參與晒阿 Trump 嗰邊佢哋白宮裏邊開會啊，佢應該嗯，係用電話參與晒嘅，佢太重要啦。我估佢完全知道喺個 Situation Room 開咩會咧，佢全部參與嘅，即係喺遙控喺印度嗰邊參加嘅。係啊。咁啊，盧比奧係最快喺印度嗰度同印度外長即係蘇傑生開完會就話：我哋雙方大致都達成咗個協議，但係消息咧就留翻俾總統嚟發布，即係總統喺24號咧就會發布，佢係攞到進展㗎啦，而且係重大進展。雖然唔係最終嘅進展，但係盧比奧都喺印度都即係佢好 update 嘅。咁呢次似乎咧，你頭先冇咗總統嘅雷射同埋呢個伊朗嘅特使，就盧比奧就即刻替上，即刻補上，亦都曼斯亦都今次冇喐，曼斯又留守喺美國嗰邊。咁啊，似乎今次嗰個談判咧，就係由中東周圍嘅國家，總共8個國家咧，就係逼嗯宮，即係伊朗啦，即係都算逼宮㗎啦，一齊，然後亦都係俾美國一個壓力，即係話呢啲係美國嘅伙伴嚟嘅，基本上除咗土耳其。除咗埃及，其他全部都係伙伴，特別係舊年5月，特朗普去中東個三國之行，哇！佢哋啲幾萬億計美金嘅投資搞 AI 呢全部都美國嘅未來嘅伙伴，能源嘅伙伴同埋 AI 嘅伙伴，所以美國又得罪唔起，咁所以呢班國家就食住勢兩邊都要靠我哋都要俾我哋，咁傾到一個咁樣嘅相對比較中性啲嘅協議，就可能未必100%係美國嘅心意，但係濃縮鈾一定要移除，呢個肯定噶啦，海峽要重開咁又跟住唔得收費，然後即係進一步咧，即係你石油要賣石油，同埋要核協議傾掂數，美國先至會解除嗰啲資產制裁。呢招特朗普我相信佢練到食噶，歐馬係嘛？嗯，你都實，你都。唔係佢今次咧有啲被動啊，因為嗰班人喺度幫忙啊嘛，嗰班人幫手佢又唔可以拒絕，咁又可以變咗呢成個談判咧，即係阿 Trump 嗰啲咁嘅談判高手咧，即係起唔到作用啊，變咗俾呢班友傾咗，咁佢又唔可以全部推翻晒噶嘛，所以呢個係好尷尬，呢單嘢好尷尬。係嗰8個國家咧，今次就一齊出動。咁呢個都好大陣仗，8個國家嘅力量，即係等於地區上嗰啲持份者呢個成個西亞地區嘅持份者，你唔好理土耳其兩頭蛇乜都好啦，但係佢係持份者佢哋同伊朗傾，佢哋兩邊都傾到計噶嘛即係埃及嗯呢啲兩頭都通噶嘛咁當然唔好嗯講沙特阿拉伯同伊朗係喺宗教上係一個遜尼派一個什葉派，但係佢哋始終都係喺當地嘅文化嚟講咧，佢哋係屬於同一個宗教，咁即係大家唔打仗嗰時都係有偈傾嘅一到即係石油方面咧，大家都係因為伊朗都係 OPEC 嘅成員嚟嘅喎，伊朗係嘛咁呢方面即係大家嗰個共同利益都好明確即係如果地區搞彎咗咧，大家都冇飯開。咁就國際水道啊，當然啦，嗰個伊朗對住隔離嗰個海灣六國咧，就一定要開個國際水道，一定唔收得費呢個亦都係佢哋嘅即係咽喉所在。咁所以嗯佢哋既有同美國嘅共同利益，又同伊朗有共同利益，即係話手掌有肉，手背有肉呢個都係好特別嘅情況啊！係嘛？嗯。就不過嗱，大家搞清楚啊！全世界遜尼同埋什葉咩實業咧，實業佔少過10%全世界嚟講，回教嚟講90幾個 percent 都係遜尼㗎，所以咧。同埋佢哋之間個仇口好鬼得人驚㗎唔好千祈唔好，佢哋仲犀利㗎，即係同基督教咁樣樣，一個天主教，跟住咧其他嗰啲係基督教，即係 Protestant 係嘛？Protestant 啊多啊嘛，天主教係少啊，呢個差唔多個比例嘅，個比例係咁上下，所以呢個問題好大嘅，即係佢哋即係唔係咁簡單，伊朗喺表面上就要俾面佢哋，跟住咧。
以後一樣咁扭計。呢啲真係扭計精嚟，呢班友真，你唔夠佢扭啊！真係。得仲有一個時間上嘅因素咧，即係我哋好嗯，少華人嘅 YouTuber 講嘅，就係5月24號開始，去到6月頭啊，係沙特阿拉伯嘅週年嘅嗰個伊斯蘭教嘅崇拜入去嗰個黑石嗰度咧，即係係係朝聖啊，係係，叫做係啦係啦，全世界去沙地阿拉伯朝聖係。係啦。咁啊，沙特阿拉伯咧第一個站出嚟，你咪鬼炸佢啊！你炸佢伊朗報復嗰陣時，哇！一個導彈射落嚟，我哋呢段死傷唔係幾萬啊，可能幾十萬嘅。咁所以咧，呢個美國都係好忌諱嘅，好忌諱嚇。咁又當然伊朗都食到盡啊！呢啲咁嘅因素，知道你地區上各種因素啊，即係地緣政治嘅考慮，即係佢哋都唔好話佢哋即係莽夫，佢哋係計得好盡。啊，即係你講伊朗人呢班人做生意咧，嗰班市集嘅智慧啊，即係攣價攣得好盡啊！比特朗普而家真係棋逢敵手啊！特朗普係雕王，呢班伊朗就叫刁鑽之王即係大家都係刁刁聲噶啦。係啊，呢次真係棋逢敵手。好啊，咁不過啊，咧就古巴嗰邊咧，嗱，古巴有段新聞你漏咗啊。原嗯，來咧即係 CIA 個頭啊 Radcliffe 咧就去咗 Havana，去咗 冇嘅，Havana 咧，你知佢帶咗啲咩人啊？佢帶咗嗰班保鏢咧，就係去捉馬多羅嗰班友，啊，你明唔明啊？有意思而喎，呢班友咧就殺咗30幾個古巴嗰啲 波啲格，bodyguard 啊，bodyguard 啊。你話啲美國人處理出嚟啲好串嘅，真係做啲嘢好鬼串嘅。帶埋啲殺手上埋你屋企，入埋你咪咯，屋添，唔該你招呼係斟啲好茶嚟。啊，係啊。所以你話我你即有就唔好睇笑，因為啲美國人咧，佢先頭咧就信你，就信你，要信你之間咧，佢梗係對冇晒防。當佢立定身你係敵人嘅話咧，你就頂佢唔順噶啦。嗯。話呢個挑釁到剃眼眉到咧，呢班真係直情嘅。啊！即係我殺咗你嗰啲派去加拉加斯嘅馬杜羅嘅近殺咗成身護衛，30幾人啊嘛，三十殺咗成二個，三十二30。個兵啊！係啊係嗱，啊。呢啲衛嗯兵嚟嘅，總統府衛兵嚟嘅。咁嗯。啊，呢個 Radcliffe 都算夠串啊，串爆嘅直頭串串，所以你睇住啊，你睇住呢對付伊朗啊，咩川冇咁順單嘅，呢啲嘢全部將來要計數嘅，要報復嘅。冇錯。不過伊朗如果真係簽咗 MOU 之後再玩嘢咧，就一定係下場非常之慘烈嘅，估計得到㗎。肯定玩嘢，肯定玩嘢，你信啊！我，嗱，因肯為美國定玩嘢。美國嗰啲空中加油機啊、預警機啊，冚唪唥到位嘅啦，喺晒以色列嘅古里安國際機場嗰度已經有50幾架呢啲咁樣嘅偵察機、加油機咁佢哋都唔會一時三刻就走嘅。咁呢個情況，伊朗即係未來1個月或者2個月即係睇着辦啊。但係如果嗯即係再咁樣即係玩啲小聰明玩啲小伎倆即係出術嘅話咧。即係佢哋要為自己出得嚟行即係遲早都要還嘅。始終都好咧，而家唞一唞氣咧，咁我哋都會同大家繼續跟進嘅。咁都唔知道伊朗幾時一時三刻隨時都發狼戾因為呢班人咧一翻臉唔形象都唔出奇㗎。即係，所以我哋有時即係我哋做直播起個標題我哋都好傷腦筋啊。好難，隨時變，隨時變。咪咯，係啦，但係點都好，我哋都同大家跟進最新消息，因為而家香港咧就大量就係播中央電視台嗰啲即係直接搬過嚟，而中央電視台咧好多都係搬住伊朗加蘭嘅官媒，即係話革命衛隊嘅官方宣傳，所以而家喺香港睇到好多消息咧，都係同美國同西方社會收到啲東西係啱倒轉，甚至咧嗯好多假嘢，好多偽新聞。好多係 AI 做出嚟嘅圖片，所以我哋都呼籲大家網友咧，都係多啲聽下啲自媒體，包括袁公義嘅頻道同何良某頻道。咁我哋真係同你哋俾翻啲新聞你哋，但係我哋就似翻97年之前香港嘅正常傳媒。雖然我哋係人力單薄，但係我哋嘅心思咧一啲都唔會即係叫做吞泡所以唔係，我哋同大家。冇人云日云嘅，人哋講我哋講咁唔好意思啊！即係真係要諗過度過，真係有啲人點樣做嘢，要明白成件嘢先得。
即係我哋我哋有我哋獨立嘅睇法。冇錯，同時我哋當然都係依據而家所知嘅事實交叉求證啊。咁就算我哋查 AI 啊，我哋都要查多幾個 AI，要問多幾問，因為 AI 好多時都係會將嗰啲真假消息撈埋一齊嚇。咁啊，所以大家都放心。咁啊，既然我哋都努力幫大家跟住消息，希望大家都唔好吝嗇撳個 like 啊嚇，同埋即係 share 啊、留言啊即係多啲呢啲自媒體咧，可能大家而家未來一段日子重要嘅資訊同埋分析嘅來源，因為而家靠資訊唔夠啦，要分析埋啲資訊，要幫大家解讀下新聞，咁大家先至可以能夠盡早盡快得知多啲嘅即係內容啊，即係新聞就咁交俾你，可能你大家都未必知道個來龍去脈，咁我哋同大家就係花啲時間做分析。今日仲有冇其他補充啊？我哋仲要繼續聽日繼續跟進喎，因為唔知幾時玩嘢嘅伊朗係嘛？嗱，我聽講啊，關於阿 Trump 去北京嗰單嘢咧，係傾咗好多嘢，又話買呢樣買嗰樣，你有冇發現啊？冇聯合公佈，同埋咧冇見到佢簽咩嘢啊？一樣嘢都未簽，全部得個即係啊，口講所以啲嘢完全未落實嘅，即係佢原本話要買飛機啊，又買大豆呢樣，佢講咗好多嘢，完全未落實。點解咧？原來咧中方講啊，你如果繼續賣嘢俾台灣就唔使講啦，即係仲用呢樣嘢嚟威脅啊 Trump。阿 Trump 而家諗緊度緊點辦呢單嘢，所以佢就要打電話俾賴清德。同埋暫停嗰個140億先，暫緩啊！係啊，暫緩可能佢要考慮，即係實際上你有冇發現咧？嗱，冇聯合公佈啊，跟住咧就乜嘢都睇唔到佢簽，冇簽到嘢。係啊，不過同樣啊，同普京都冇簽到嘢。普京唔知冇簽到嘢，西伯利亞力量2號直頭就完全冇簽到嘢。就而家所以證明咧，阿習近平佢冇得從心所欲，佢後邊嗰班決策諮詢嗰班友咧就及住佢，乜嘢都要嗰邊睇住，所以變咗咧而家咧就變咗阿習近平變得好保守，同美國咧傾就照傾，簽咧就要後邊嗰班友同意。係，我係睇到個消息話7月開5中全會喎。係啊。所以點解而家搏命喺度炒人啊？邊阿石泰峰搏命喺度炒啊！啲習派嗰啲官員退咗休嗰啲都炒，因為退咗休嗰啲人都可以做中央委員啊嘛。即係連閒職都冇得撈啊！係啊，佢而家就係開5中全會咧，就係邊個入中央委員，邊個做政治局委員啊嘛。咁有呢啲而家就係呢幾日啊，好緊張啊！所以你見到一個禮拜成日炒成10個人咁滯。咩？佢以前嗰啲退休嗰啲官，而武漢嗰啲有啦，以前武漢嗰啲都炒翻出嚟啊，冇啊，湖北嗰啲炒翻出嚟炒啊。炒翻出嚟炒有啲滅口嘅嫌疑嘅，因為好多都係幫習近平擋疫情嘅子彈嘅。咁而家咧就為咗即係你哋收爹咁啊。當時有啲説話都講到，我哋最後尾決定咧係由習主席拍板嘅，呢啲説話都講埋出嚟咧。咁即係習近平真係而家計數，同你6年7年之後都同你計數。咁中共係翻臉無情啊！翻臉比翻書仲要快。就係告呢班友告佢哋呢班人咧，即係退咗休你告佢咧，佢去唔到做中央委員啊嘛。佢而家就係搶位，大家搶多啲位咧。廿一大卡位。係21大啦，係啦，而家喺度搶位，5中全會就要宣佈嗰個名單啦。你明唔明啊？唔係等21大嗰啲係只不過行禮啫嘛，即係正式舉手通過。即係正式嗰個名單咧，就係5中全會要定嘅。所以大家而家喺度你炒我啲人，但係我睇到習近平啲人咧就越嚟越少，而張有合呢單嘢咧就未解決。係，不單止未解決啦，咁而家山西煤礦大爆炸咧，即係入邊死可能都死過百，而家話90，係啊，話嚟有縮數80幾人，據説咧就係應該報細數啊。咁入邊仲有200幾人啊，即係總共200幾人喺地下，咁而家死咗成百人咧，仲有100幾人都失蹤。咁呢單煤礦大災難咧，賴清德就用簡體字，即係慰問悼念呢班煤礦嗰班人。高市早苗亦都係第一時間致道即係呢啲擺明識做俾習近平難睇嗱，即係我哋即係關心你哋啲煤礦跟住工人嘅地位。
咁啊有傳話可能都係一啲反習嗰啲人搞嘅，咁啊呢啲都唔知係邊度傳出嚟，咁啊揾啲咁樣嘅煤礦工嚟嘅喎，即係教飛咧呢啲又非常之慘無人道嚇。好啊，咁啊我哋今日咧就講住咁多先，Elma，咁啊我哋聽日再跟進啦。咁啊因為聽日正式就知道一嗰個陣間睇議會就下睇下 Trump 睇下 Trump 點樣講，阿 Trump 未出嚟講嘅，仲未出嚟講嘢。係啊，就要起碼都要過多3-4個鐘頭之後先講。咁之後我哋聽日先同大家跟進啦。咁啊希望大家嗯，繼續支持兩個台。聽日再見。好，唔該晒 Elma，好，多謝網友各位觀看，拜拜。早唞，各位早唞。